而家成個香港街頭正在發生一場好少人真正睇得明嘅飲食無聲殺局。你行過旺角、深水埗、中環、元朗，大街小巷清一色都係同款鮮黃色招牌，密密麻麻開到好似細胞分裂一樣。短短幾年時間，呢啲來自內地嘅連鎖雲吞麵店直接攻陷全港各區，租金天價、人工瘋狂，開店門檻極高嘅香港，竟然俾呢班過江龍輕易殺入場，搶晒客流，吊打本土老店。好多香港人都心底嗰度疑惑，而家香港開一間茶餐廳、一間麵鋪，動則幾百萬裝修，租金月月飆升，就連洗碗阿姨人工都要2-3萬港幣。點解內地落嚟嘅連鎖品牌可以做到30幾蚊一大碗雲吞麵，日日標榜新鮮現做、平價高質、長年營業，仲要開到遍地開花？呢個絕對唔係平就贏咁簡單，背後係一套碾壓香港本土小店嘅工業化降維打法。今日我哋徹底拆解呢場席捲全港嘅飲食業大洗牌，話你知內地連鎖品牌真正嘅殺人戰術，以及香港老牌麵店點解越做越難，不斷結業，仲有本土飲食未來嘅出路到底喺邊度？最近行勻香港街頭巷尾，大家應該都感受到呢個極強嘅反差現象。由人流爆棚嘅旺角，充滿煙火氣嘅深水埗，去到寸金尺土嘅中環核心商圈，一塊辨識度極高嘅鮮黃色招牌正在極速霸佔成個城市嘅街景。呢種黃色唔係暴雨警告嘅警示黃，而家已經成為香港飲食界最猛嘅新勢力象徵。統一裝修、統一出品、統一運營嘅內地連鎖麵店，以裂變式嘅速度瘋狂擴張，短短數年就牢牢紮根香港市場，徹底顛覆咗大家對香港傳統街頭美食嘅固有印象。無論係本地人，抑或長期定居香港嘅食客，心裏面都有一個好大嘅疑問。熟悉香港飲食市場嘅人都知，喺香港開一間普通餐飲鋪，門檻高到離譜。無論係主打地道風味嘅茶餐廳，抑或深耕街坊生意嘅傳統麵店，前期投入同日常運營成本都係天文數字。核心商圈租金月月暴漲，裝修動則幾百萬港元，人工成本逐年攀升，就連基礎洗碗保夾崗位，月薪都要2-3萬港幣。更唔使話掌握核心手藝嘅麵點師傅、湯底師傅，人工開支根本難以估量。就係咁高成本、高門檻、高競爭嘅市場環境之下，內地連鎖餐飲新勢力居然可以勢如破竹橫掃全港，用極致性價比嘅定價、穩定嘅出品、源源不斷嘅客流，狠狠碾壓一眾深耕香港幾十年嘅本土老牌門店，30幾蚊港幣就可以買到一大碗份量十足、食材新鮮嘅地道雲吞麵。門店日日主打新鮮現做，絕不使用隔夜食材，憑借極致嘅運營能力，做到全年無憂穩定營業，徹底打破咗香港傳統麵鋪營業時間短、出品不穩定、定價虛高嘅種種局限。好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憑咩呢啲內地過江龍可以喺香港呢個成熟內卷、高成本嘅飲食沃土上面站穩陣腳，甚至實現降維打擊，令本土老牌麵店毫無還手之力。今日我哋由淺入深完整拆解呢場轟動全港嘅飲食業大洗牌，揭開內地連鎖雲吞麵品牌背後嘅商業邏輯、佈局戰術，以及香港本土飲食行業面臨嘅真實困局同轉型機遇。想要睇透呢場飲食變局，首先要讀懂香港人刻入骨髓嘅雲吞麵情結。喺香港，雲吞麵從來都唔係單純嘅飽腹小吃，而是承載咗香港半世紀市井煙火、城市記憶同飲食文化嘅核心美食。追溯香港雲吞麵嘅發展脈絡，早於50-60年代，香港街頭遍佈流動車仔檔，簡易推車、新鮮食材、地道手工，構成咗初代港式雲吞麵嘅雛形。當時嘅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攤主親手油麵包、雲吞熬湯底嘅身影。親民價錢、鮮甜口感，令雲吞麵火速成為基層香港人最中意嘅日常美食。去到70-80年代，香港經濟高速騰飛，市井美食亦都迎來升級迭代。一大批本土老牌雲吞麵店順勢崛起，憑借精湛手工、穩定出品、地道風味，深耕街坊市場數十年，積累下極高嘅口碑同知名度，成為香港飲食界嘅經典招牌。正因為幾十年嘅飲食薰陶，香港食客對雲吞麵嘅品鑑標準早已變得極度嚴苛、深入人心。幾乎所有資深食家都有一套統一嘅口感標準。地道港式雲吞麵，麵皮一定要薄而通透、彈牙勁道，入口唔會有厚重麵粉味。湯底必須清澈鮮甜、鮮而不膩，唔可以有過重嘅工業調味味。靈魂就係大地魚缸熬煮出嚟嘅順口鮮味。
搭配蝦子、蝦皮等輔料，層次豐富，回味悠長。雲吞餡料一定要飽滿緊實，鮮肉鮮甜，蝦仁彈牙，每一口都係純粹嘅食材本味。但係熟悉香港本土飲食現狀嘅朋友都發現，近幾年香港傳統老牌雲吞麵店早已慢慢偏離咗經典風味標準，消費體驗同性價比持續下滑。而家走入老牌網紅麵鋪、老字號茶餐廳，一碗普通雲吞麵隨時50-60蚊港幣，價格年年上漲，份量反而不斷縮水，食材質素亦都大不如前。好多老店為咗壓縮成本、提升利潤，直接簡化湯底、熬煮工序，放棄耗時費力嘅大地魚湯底，改用預製調味包勾兌，雲吞餡料變少，口感變差，麵皮軟爛失彈，徹底弄丟咗港式雲吞麵最核心嘅精髓。更令食客詬病嘅係大部分本土老牌門店長年固步自封，毫無創新，服務態度敷衍冷淡，門店環境陳舊髒亂，幾十年如一日，維持老舊經營模式，定價卻年年攀升，不斷消耗大眾嘅情懷同信任。喺呢種糟糕嘅消費環境之下，香港食客嘅體驗持續變差，市場極度需要一批性價比更高、出品更穩定、體驗更優質嘅新品牌，打破本土老店嘅壟斷局面。呢個亦都係內地連鎖雲吞麵品牌可以順利打入香港市場嘅最關鍵伏筆。今時今日爆紅香港嘅呢款內地雲吞麵連鎖品牌，絕對唔係曇花一現嘅網紅新店，而是喺內地餐飲市場深耕多年，經過千錘百煉嘅行業巨擘，擁有一套極度成熟嘅商業模式、完整供應鏈體系同擴張邏輯。品牌起源於內地華南核心餐飲圈層，深耕麵食賽道10幾年，由最初2間小店起步。憑借標準化、規模化、低成本嘅運營打法，短短10幾年時間，喺內地各大城市完成全域佈局，全國門店突破3000間。呢個規模意味着內地幾乎所有城市嘅核心商圈、步行街、社區底商都可以見到呢個品牌嘅身影。佢哋嘅運營成熟度、市場抗壓能力同商業模式，早已喺內地極度內卷嘅餐飲市場中得到充分驗證。帶住一套已經跑通閉環、極度完善嘅成熟模式，品牌正式進軍香港市場，開啟咗對香港本土飲食行業嘅全面降維打擊。同香港本土小店靠經驗、靠人情、靠手藝嘅零散經營模式完全唔同。內地連鎖品牌嘅入局係一套工業化、系統化、精細化嘅完整商業組合拳，每一步佈局都經過精準市場測算同用戶心理分析，打法精準、效率極高，全面碾壓傳統本土飲食嘅經營邏輯。首先最直觀、最出圈、最吸客嘅核心打法，就係極具視覺衝擊力嘅櫥窗實景展示模式。呢個亦都係品牌快速俘獲全港食客嘅頂級流量密碼。無論你行去邊一間香港分店門口，一定會有一塊超大透明玻璃櫥窗，入面嘅工作人員統一工裝，戴晒口罩、手套帽，全程公開透明實時現場，包雲吞、油麵皮、整理食材，整套操作乾淨利落、行雲流水，好似一場沉浸式美食實景表演，好容易吸引路人駐足觀看。呢個睇落簡單嘅門店設計，其實精準拿捏咗香港食客嘅飲食心理同消費痛點。香港食客對預製食材、工業半成品、後廚髒亂差嘅問題極度敏感。長期以嚟，好多本土餐飲門店後廚操作不透明，食材新鮮度無從考究，令消費者始終心存顧慮。而品牌嘅開放式櫥窗直接將後廚前置，將食材處理雲吞製作嘅全過程赤裸裸呈現喺路人眼前，大家可以清晰見到鮮紅新鮮嘅肉餡飽滿、透亮嘅蝦仁現油現做嘅麵皮，加上店員嫻熟流暢嘅手法，瞬間刷新大眾對餐飲出品嘅認知。由心理學角度分析，呢種沉浸式可視化嘅消費場景，可以快速喚醒消費者嘅新鮮感同信任感。傳統餐廳靠餐牌、海報文字宣傳、手工現做新鮮食材，只係單向營銷，消費者根本冇真實感知，而親眼所見嘅實時製作過程係最有力、最直觀嘅信任背書，可以瞬間打消大家對食材嘅顧慮，快速建立品牌好感。與此同時，開放式櫥窗自帶超強街頭流量屬性，唔需要額外廣告投放，唔需要線下地推，門店每日嘅製作場景就係免費嘅街頭廣告，源源不斷吸引路人進店，極大降低咗品牌嘅獲客成本，完美解決咗香港餐飲行業引流成本高、獲客難嘅痛點。如果話櫥窗實景營銷係頂級引流利器，咁極致標準化嘅供應鏈體系就係品牌可以喺香港高成本市場站穩陣腳，做到低價高質嘅核心底氣。
亦都係碾壓本土老牌麵店嘅終極競爭力。長久以嚟，香港傳統雲吞麵店嘅命脈完全掌握喺資深老師傅手上。一間老店嘅湯底味道、雲吞品質、麵皮口感，全部依賴師傅個人手藝同經驗。火候把控、食材配比、調味輕重，全憑感覺同積累。呢種模式導致本土門店極度依賴核心人力，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仲完全做唔到出品。標準話唔同師傅、唔同時段做出嚟嘅雲吞麵，味道品質都有偏差。就算同一間店，朝早同夜晚嘅味道都可能唔一樣。更致命嘅係資深麵點，師傅極度稀缺，行業人才斷層嚴重，後生仔唔願意入行做傳統手工麵食，令本土老店隨時面臨無人接班、手藝失傳嘅危機。一旦核心師傅離職，門店出品質素就會斷崖式下跌，甚至直接結業倒閉。呢個就係香港本土麵食行業幾十年以嚟始終突破唔到規模瓶頸、無法連鎖擴張嘅根本原因。太過依賴人工同經驗，注定只可以做細規模街坊生意，永遠無法批量複製規模化發展。而內地連鎖品牌徹底顛覆咗呢套老舊經營邏輯，用工業化供應鏈取代人工經驗，用標準化體系打破行業壁壘。品牌喺華南地區搭建咗大型智能中央工廠，配套覆蓋全港嘅冷鏈物流系統。門店需要嘅麵粉、餡料、蝦仁、湯底、調料、各類配菜，全部由中央工廠統一標準化生產，統一冷鏈配送，統一規格管控。由食材採購、加工、處理、配比、調味，到成品配送，全流程標準化、數字化、精細化，徹底擺脫對資深老師傅嘅依賴。門店店員唔需要掌握精湛手工，亦都唔需要多年行業經驗，只需要經過短期標準化培訓，嚴格遵守品牌統一操作規範，就可以製作出口感、品質分量完全一致嘅產品。無論係元朗、屯門嘅居民區門店，抑或尖沙咀、中環嘅核心商圈門店，全港數百間分店嘅湯底濃度、雲吞餡料、麵皮質感、分量配比，全部高度統一，徹底解決咗本土門店出品不穩定、極度依賴人工嘅行業頑疾。對於餐飲經營者嚟講，呢套模式嘅優勢完全係降為碾壓。本土老店需要高薪聘請資深大廚，長年承擔高昂人工成本，仲要隨時面對人才流失嘅風險。而連鎖品牌只需要普通店員簡單培訓即可上崗，人工開支大幅壓縮。除此之外，品牌總部規模化集中採購，可以最大化壓低食材成本。本土手店單打獨鬥，只可以零售價精可成本極高，係品牌萬噸嘅批量囤貨，直接拿到食材出廠底價，食材成本足足壓低一半以上。呢種規模效應帶嚟嘅成本優勢，係所有香港本土小店永遠無法企及嘅差距。依託供應鏈同標準化嘅雙重優勢，品牌先可以喺香港高租金、高人工、高物價嘅市場環境之下，維持30幾蚊一碗嘅極致性價比，做到低價唔低質，用親民價錢、穩定品質、精準擊中普羅大眾嘅消費需求。呢種可複製、可擴張、低成本、高穩定嘅工業化經營模式，正正係香港傳統飲食行業最缺乏，亦都最無法抗衡嘅核心能力。除咗產品同供應鏈嘅硬核優勢，品牌進軍香港嘅選址戰術同擴張節奏，充滿頂級商業智慧，完美演繹咗農村包圍城市嘅經典打法，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最大限度規避市場風險，快速搶佔全港市場份額。好多外來餐飲品牌入港都會犯同一個錯誤，一開局就扎堆中環、銅鑼灣、尖沙咀頂級核心商圈，想靠黃金地段快速打響名氣。但核心商圈月租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再加激烈內卷競爭，好多新店未賺到錢就已經虧本結業。近幾年好多內地網紅品牌、海外餐飲品牌都因為盲目重倉核心地段，短短數月就黯然退出香港市場，案例多不勝數。而呢個連鎖品牌嘅擴張思路完全相反，開局主動放棄租金，天價競爭內卷，嚴重嘅核心商業區優先佈局深水埗、元朗、屯門、將軍澳、荃灣等居民區同近郊商圈。呢啲區域聚集大量上班族、街坊居民、學生群體，消費者對價格極度敏感，性價比係佢哋消費決策嘅第一標準，完美匹配品牌平價親民嘅定位。同時居民區商鋪租金平好多，運營成本更低，客流更穩定，復購率更高，令品牌可以快速站穩腳跟，積累口碑同原始用戶基數。品牌先透過居民區門店完成市場滲透，令香港市民慢慢接受認可品牌嘅出品同定價，培養大眾嘅消費習慣同品牌認知。靠穩定口碑同高頻復購，
夯實香港市場基本盤。等到居民區市場形成規模效應，建立品牌壁壘之後，再循序漸進，慢慢滲透中環、金鐘、銅鑼灣等核心商業商圈，覆蓋高端客流場景，最終完成全港全域、全消費圈層嘅市場覆蓋。呢種先求生存、再謀發展嘅漸進式擴張策略，極大降低咗試錯成本同經營風險。對比盲目重倉核心區嘅激進打法，用錯率更高，生命力更強，亦都令品牌喺香港嘅佈局穩步落地，持續壯大。全天候全時段經營模式係品牌超越本土老店，實現營收翻倍嘅另一大殺手鐧。香港傳統麵食門店經營模式極度固化，作息死板，營業時間短，普遍早開早收。午市高峰過後，客流寥寥無幾，傍晚就早早關門休息，營收搶淨單一，大量客流白白流失。而且本土老店主打堂食、外賣打包業務薄弱，經營模式極度受限，浪費大量夜間同閒時流量。內地連鎖品牌就徹底打破咗傳統餐飲嘅時間枷鎖，實行超長待機、全時段營業，覆蓋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5大消費場景。對於香港呢座快節奏國際城市，超長營業時間完美貼合市民生活節奏。朝早返工時段，上班族可以快速打包雲吞麵充飢；午晚高峰承接正餐剛需客流；夜晚放工加班時段，無數通勤族夜歸人都會被街邊亮住燈嘅黃色門店吸引，一碗熱辣辣嘅雲吞麵成為深夜最自如嘅簡餐選擇。與此同時，品牌主打堂食及打包賓外賣嘅多元經營模式，尤其即買即走嘅打包服務，完美適配香港極速嘅生活節奏。傳統堂食門店需要顧客入座、點餐、用餐、結帳，單客耗時耐，翻台率低；而品牌打包服務1分鐘即可出餐，顧客拎咗就走，唔佔用座位，唔浪費人力，翻台效率遠超傳統老店。呢種時空結合多元增收嘅經營模式，令單店營收上限大幅提升。同等面積之下，品牌門店嘅盈利能力係本土老店嘅數倍，差距極其懸殊。值得深度拆解嘅係，內地連鎖品牌帶俾香港飲食業嘅衝擊，從來都唔係單一嘅價格競爭、產品競爭，而係全方位體系化、降維式嘅行業碾壓。過去幾十年打入香港嘅外來餐飲競爭者，大都係日式拉麵、美式漢堡、台式茶飲等海外品類，主打差異化賽道，同本土傳統麵食錯位競爭，唔會對本土基礎飲食業態造成顛覆性打擊。但內地連鎖品牌嘅入局完全唔一樣。佢哋瞄準嘅係香港最剛需、最普及、受眾最廣嘅雲吞麵賽道，直接搶佔本土老店嘅核心市場、核心客流。更關鍵嘅係佢哋帶嚟嘅唔只係一款美食，仲有一整套成熟嘅數字化管理體系、精細化成本控制、現代化供應鏈、品牌化營銷、大數據用戶運營思維。對比香港本土餐飲普遍存在嘅經營固化、模式老舊、管理粗放、創新不足等問題，內地品牌嘅工業化、系統化運營思維，形成咗跨時代嘅維度優勢。價格上面，本土老店定價虛高，性價比極低；連鎖品牌低價高質親民普惠，出餐效率上面，本土老店依賴人工出餐緩慢；連鎖品牌標準化作業，技粗出餐營銷上面，本土老店靠街坊口碑被動等待客流；連鎖品牌實景吸客，視覺刷屏，自帶免費流量。品控上面，本土老店出品參差，味道不穩。連鎖品牌全港統一，品質恆定擴張上面，本土老店難以複製，單店死守；連鎖品牌快速拓店，全域覆蓋，全方位嘅優勢碾壓，令本土老牌麵店徹底陷入被動，毫無還手之力。但由行業長遠發展嘅宏觀角度嚟睇，呢場轟轟烈烈嘅飲食大洗牌，絕對唔係單純嘅行業嘅卷優勝劣汰，反而係香港飲食業迭代升級、破局重生嘅必經之路。長久以嚟，好多香港本土老字號憑借幾十年積累嘅口碑同穩定街坊客流，陷入固步自封嘅舒適區，長年唔升級環境、唔優化服務、唔迭代口味、唔更新模式，幾十年一成不變，反而年年加價，不斷消耗大眾情懷，積累咗大量行業弊病。喺內地新勢力入局之前，本土餐飲市場競爭溫和、封閉安逸，老店冇生存壓力、冇競爭焦慮，唔使創新都可以穩定賺錢，導致行業整體停滯不前、業態老化固化。而內地連鎖品牌嘅強勢殺入，直接打破咗呢種安逸格局，用極致性價比、優質服務、穩定品質、新穎營銷，倒逼本土飲食業走出舒適區，主動轉型升值。激烈嘅市場競爭，令消費者有咗更多選擇，亦都令本土老店清醒，
靠情懷、靠資歷躺贏嘅時代已經結束，唯有堅持創新，打造差異化、堅守品質、優化服務，先可以喺內卷市場存活。呢場變局亦都催生咗香港飲食業全新嘅雙賽道競爭格局。而家嘅香港市場清晰分化出兩條完全唔同嘅發展路線，一條係工業化、標準化、高性價比嘅連鎖賽道，以內地連鎖品牌為代表，主打高效便捷、平價穩定、適配大眾日常剛需快餐消費。另一條係本土化、手工化、高品質嘅情懷賽道，以轉型成績嘅本土老店、新生代特色門店為代表，主打匠心地道、稀缺溫度，主打高品質體驗同文化情懷消費。越嚟越多清醒嘅本土從業者主動跳出低價內卷嘅死循環，唔再同連鎖品牌比拼速度、價格、效率，轉而深耕香港本土飲食文化同手工匠心優勢。連鎖品牌依靠工業供應鏈，採用預製湯底、批量餡料，優先追求效率同成本；而升級之後嘅本土老店，堅守傳統古法工藝，花足8小時以上慢火熬製大地魚蝦殼、魚骨。湯底堅決唔用預製調味包，堅持選用本地新鮮黑毛豬鮮活海蝦做餡料，全程人手現包現做，死守傳統港式雲吞麵嘅地道風味同匠心質感。雖然呢類匠心老店定價更高，出餐更慢，難以規模化擴張，但精準揸住咗追求口感、重視品質、願意為手工價值買單嘅核心客群，打造出獨有嘅差異化競爭力，成功避開連鎖品牌嘅優勢賽道，行出咗屬於香港本土飲食嘅生存新路向。呢個亦都充分證明，內地品牌入局嘅意義唔係徹底取代本土美食，而係倒逼行業升級、優化業態結構，推動香港飲食由老舊固化走向多元共生良性發展。與此同時，呢場飲食巨變亦都深刻反映出香港市民生活模式、消費理念、生活節奏嘅巨大轉變。今日嘅香港城市節奏越嚟越快，上班族同年輕人嘅時間成本持續飆升，大眾消費觀念早已徹底改變。以前大家食飯追求裝修奢華、環境高端、儀式感充足，而家主流消費者更加務實理性，拒絕無謂夜價，拒絕情懷套路，最看重食材新鮮、味道穩定、價錢親民、取餐便捷。內地連鎖品牌嘅爆火，本質上係精準踩中咗新時代嘅消費趨勢，冇過度裝修溢價，冇虛高情懷定價，只靠紮實食材、穩定口感、實惠價錢、便捷體驗，擊中普羅大眾最樸素嘅用餐需求。呢種真誠踏實、無套路嘅經營模式，完美契合當下消費者理性務實嘅消費心態。呢個就係佢哋可以快速征服全年齡段香港食客嘅核心底層邏輯。除此之外，品牌極致統一嘅視覺體系，打造出超強嘅品牌記憶點同傳播力，構建起堅不可摧嘅品牌壁壘。辨識度爆表嘅鮮黃色門頭，統一門店裝修、標準化櫥窗展示規整、員工着裝，形成咗極具侵略性嘅視覺符號。當全港街頭都係同款黃色門店，大家一見到雲吞麵品類，就會下意識聯想到呢個品牌。呢種深入心智嘅品牌植入，係零散經營、冇統一視覺、冇品牌運營嘅本土小店永遠無法抗衡嘅優勢。而且呢套統一視覺體系，完美適配當下社交媒體嘅傳播生態，自帶網紅流量屬性亮眼嘅黃色門面、乾淨整潔嘅店內環境、沉浸式手工製作櫥窗，隨手一拍就係優質打卡相，極度適合喺社交平台分享種草。而家係流量為王、社交傳播主導嘅時代，一間門店具備優質打卡屬性，就已經贏咗大半市場。無數食客嘅自發分享、免費種草，為品牌源源不斷輸送新流量，形成良性流量閉環，進一步放大品牌嘅市場優勢。縱觀成場行業變革，內地連鎖品牌可以橫掃香港市場嘅終極密碼，歸根到底就係14個字：工業化思維做飲食，全鏈路精細化運營。傳統香港本土飲食係人情味生意、經驗型生意，靠師傅手藝、靠街坊情懷、靠運氣經營，冇標準流程、冇數據支撐、冇成本管控、冇系統規劃，經營鬆散、抗風險能力極差。而內地連鎖品牌嘅經營邏輯係用工廠化、工業化、數字化思維重構餐飲行業，有原材料、集中採購、全國冷鏈配送、門店標準化操作、員工體系化培訓、用戶心理洞察、流量精準運營。每一個環節都經過精密測算、數據覆頻、持續迭代，全程可控、可複製、可規模化、可精細化管控。工業化思維嘅核心係效率、成本標準化；傳統人情經營嘅核心係經驗、運氣、隨機性，兩者嘅維度差距。
注定短期之內工業化模式會全面碾壓傳統模式，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出品更穩，流量更廣，全方位優勢令連鎖品牌快速搶佔市場，碾壓對手。但由城市文化同行業長遠發展嘅角度嚟睇，我哋始終希望香港飲食業可以百花齊放，多元共生。外來連鎖品牌嘅入局，雖然帶嚟咗高效、平價、便捷嘅消費選擇，豐富咗市民用餐體驗，但亦都悄悄稀釋咗香港街頭獨有嘅市井煙火同本土特色。以前嘅香港街頭，每條街區都有風格各異、味道獨特嘅本土小店，每間老店都有自己專屬嘅風味故事同情懷，構成咗香港獨一無二嘅街頭飲食文化。而家越嚟越多統一樣式、統一風格、統一出品嘅連鎖門店鋪滿全港，城市街景嘅統一性越嚟越高，但獨有嘅煙火氣同本土特色就越嚟越淡。對於普通食客嚟講，平價高質嘅美食係絕佳消費福利，但對於熱愛香港本土文化、鍾情街頭煙火嘅人嚟講，本土老店慢慢退場，實在令人唏噓。更值得留意嘅係，呢場飲食大洗牌先至啱啱開始，內地品牌進軍香港嘅浪潮仲喺持續升溫。呢幾年，除咗雲吞麵賽道、酸菜魚烤魚、川味火鍋、新式茶飲特色小食等一眾，內地成熟連鎖品牌都加速佈局香港市場，持續衝擊本土傳統飲食業態。短短2年幾，超過30個內地餐飲品牌喺香港新開超150間門店，不斷改寫香港飲食市場格局。一場全方位嘅行業換血正悄悄喺背後發生。呢場變革亦都為香港本土創意者、傳統餐飲從業者敲響警鐘。過去好多人覺得內地餐飲低端粗放缺乏創新，但而家內地餐飲早已完成全面升級，唔再係單純賣產品、賣食材，而係賣系統、賣模式、賣體系、賣服務、賣品牌成熟嘅供應鏈、數字化管理、精細化運營、年輕化營銷，構成咗堅不可摧嘅品牌護城河。香港本土飲食如果繼續固守老舊思維，依賴傳統經驗，拒絕創新轉型，最終一定會喺呢場跨區域競爭中被徹底淘汰。我身邊有一位紮根香港麵食行業幾十年嘅老店老闆，今年50幾歲，一輩子堅守手工竹升麵手藝。最引以為傲嘅就係自己親手搓打日日新鮮嘅地道竹升麵，同積累數十年嘅街坊口碑。但近幾年，隔離嘅內地連鎖門店日日排長龍，客似雲來，自己苦心經營嘅老店就客流銳減，生意慘淡，一年比一年難做。巨大嘅落差令佢無限感慨，更令老一輩匠人無奈嘅係，新一代年輕人嘅飲食審美同燒夫追求已經徹底改變。後生仔唔再執着於傳統大地魚嘅順口鮮味，亦唔迷戀手工竹升麵嘅獨有勁度，反而更加偏愛重口味、高性價比、出餐快、顏值高嘅連鎖出品。呢種跨代嘅口味斷層、認知斷層，再加連鎖品牌嘅降維打擊，逼得無數本土老店進退兩難，紛紛萌生結業退場嘅念頭。危中有機變局生新局，行業洗牌嘅陣痛之下，亦藏住香港飲食業轉型升值嘅全新機遇。而家已經有一班香港年輕創業者睇清行業趨勢，跳出傳統經營誤區，探索出一條本土情懷係現代連鎖嘅全新出路。佢哋借鑑內地連鎖品牌嘅標準化管理、品牌化運營、精緻化服務經驗，優化門店環境，升級服務體系，規範經營流程，同時死守香港本土美食嘅匠心內核，堅持選用本地新鮮食材，傳承古法手工工藝，保留地道港式風味。呢類新生代本土門店，既有現代連鎖品牌嘅整潔環境、優質服務、規範運營，又有傳統老店嘅匠心味道、本土情懷、人民溫度。雖然定價略高於連鎖品牌，但憑借獨一無二嘅手工質感、地道風味同文化底蘊，收穫咗一大批忠實食客，穩穩紮根細分市場。呢個就係香港飲食業未來最正確嘅發展方向，唔盲目內卷、低價，唔固步自封守舊，兼容外來先進模式，堅守本土核心底蘊，喺創新中傳承，喺競爭中成長。說到底，一款雲吞麵嘅爆紅，一個連鎖品牌嘅崛起，一場行業格局嘅重塑，絕對唔係簡單嘅生意輸贏，而係一個時代商業模式迭代、區域經濟融合、消費理念升級嘅真實縮影。曾經香港飲食憑借成熟業態同優質口碑領跑全國，而隨著大灣區深度融合，內地餐飲商業模式、供應鏈體系、運營思維快速成熟，徹底打破咗香港市場嘅固有格局。而家香港飲食嘅對手早已唔係隔街嘅本土小店，而
而係成個大灣區、成個內地嘅成熟工業化餐飲體系。香港飲食市場嘅標準化、工業化程度長期偏低。除咗少數大型連鎖集團，絕大部分茶餐廳、麵食小店都係單打獨鬥、自主經營，模式分散、管理粗放、效率低下。面對內地品牌齊成套嘅系統化、數字化、規模化組合拳，就好似冷兵器對抗現代化武器，根本冇得打。而呢場行業洗禮，終將推動香港飲食業完成徹底迭代，淘汰落後老舊業態，留存優質匠心品牌，搭建全新嘅良性行業生態。以食客嘅角度嚟講，我哋享受住連鎖品牌帶嚟嘅低價便捷、穩定嘅消費福利，亦都深深記住本土老店承載嘅城市煙火、飲食記憶同人民情懷。我哋樂見競爭帶嚟業態升級、體驗優化，亦都願意持續守護、堅持匠心傳承本土味道嘅老店，守住香港獨一無二嘅飲食文化底蘊。未來最理想嘅香港飲食生態，絕對唔係外來品牌獨大、本土業態消亡，而係連鎖高效同手工匠心共存，新潮模式同傳統情懷共生，令呢座城市既有現代化商業活力，亦有接地氣嘅市井煙火。睇完今日呢期深度拆解，大家最近有冇試過呢啲內地連鎖雲吞麵？對比香港幾十年嘅老牌地道雲吞麵，你覺得邊一款更好食？你係覺得平靚正就足夠，仲係願意為傳統手工本土情懷同地道風味多買單？歡迎即刻喺下方評論區留言，同我交流分享你嘅睇法同體驗。如果你中意呢種深度拆解香港商業變局、行業內幕、城市變遷嘅內容，記得即刻點讚、收藏、轉發俾更多朋友，順手訂閱我嘅頻道。埋宗提示，未來我會持續同大家拆解更多香港飲食商圈行業嘅真實變局，帶你睇透城市背後嘅商業邏輯。我哋下期再見。